正式開鑼，嚟到捧場嘅除咗有棒棒堂嘅小傑、郭采潔、范曉萱之外，就連天后蔡依林亦都成為座上客。為咗向偶像 Michael Jackson 作出致敬，所以方大同就選擇以一曲 Bad 揭開序幕。去年方大同舉行歌唱嘅時候，就揾嚟爸爸擔任鼓手。只不過呢晚方大同就決定一人包辦木吉他、電吉他、keyboard、鋼琴同埋鼓5種樂器，果真係唱得又彈得。而擔任歌唱嘉賓嘅蕭敬騰一現身，竟然送上100支玫瑰。只不過方大同就略嫌過重，而且仲話拎足全場嘅話會搞到手斷啊！方大同而家喺台灣咧。